台中一个6个月大的小男婴有尿珠仔狗，妈妈到药房买便药仔甲抹，结果无较好无打紧，尻川皮甲下丝拢来反红肿，袂输是穿一领丁字裤同款。原来这个妈妈买到有刺激性的药膏，结果这个小宝宝皮肤发炎了。 红婴仔穿尿珠仔，爬来爬去是个爽。不过到热天，红婴仔穿尿珠仔，若是规工包条条，就较会去搞着。有妈妈因为6个月大红婴仔有尿珠仔到，就家己买便药来吃，是毋过煞变干呢？红婴仔下身附近规片红肿个扭皮，尻川皮毛一搭一搭发炎，就敢若扣火烧着共款。这个情形是因为得到刺激性的皮肤炎。 有点夸张，有点太严重了。就是他怎么这么红啊？有点害怕，我应该会直接来看医生。怎么会这样子？对啊，如果是自己的小孩，我觉得我会蛮难过的。有家长认为囡仔有尿珠仔到，应该听医师的话，袂当黑白吃药啊，因为囡仔皮肤较油嘛较敏感。抹了1、2天之后，2、3天就渐渐越来越糟，那越来越变成烧焦状的情形。刺激性皮肤炎就是局部涂抹弱效的类固醇，那2周的病程就都完全改善了。市面上卖尿珠仔膏的药膏，成分袂当有薄荷、樟脑含精油，因为对幼囡仔皮肤受过刺激，会让起氧化锌、番薯林，或者是专门抹幼囡仔尻川的药膏。为了避免宝宝出现尿布疹，那除了勤换尿布之外呢，医师现在也来教大家怎么样让宝宝来多晒晒屁股。那第一个步骤呢，就是手要托住宝宝的下巴，那手也要托住他的肩膀，另一只手就是托住他的大小腿，让宝宝呈现一个屈膝的动作。整个过程中都要注意宝宝的鼻孔有没有被塞住，以及呼吸道有没有畅通。 医师建议，红婴仔若是有尿珠仔到，去病院互专业的医师治疗上安全。另外，平常时若要换尿珠仔，尽量莫用奥斯莫利，上好用清水洗过，会较清气打爽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